现代台语版圣经历代志上卷第15章，大卫伫大卫城为家己起几若间宫殿，搁为上帝的约柜准备所在搭一个布边。迄时大卫讲，利未人以外，毋通有人扛上帝的约柜，因为上主经利未人扛伊的约柜。搁永远服侍伊。大卫调集以色列众人来耶路撒冷，要将上主的约柜扛来伊准备的所在。大卫搁调集阿伦的后代甲利未人，哥哈的后代有首领乌列甲伊的亲族120人。米拉利的后代有首领阿撒雅甲伊的亲族220人。吉顺的后代有首领约尼甲伊的亲族130人。以利撒反的后代有首领示玛雅甲伊的亲族200人。以比伦的后代有首领以利业甲伊的亲族80人。乌士的后代有首领阿米纳达甲伊的亲族112人。大卫调祭司撒督甲阿比亚他以及利未人乌列、阿撒雅、约尼、示玛雅、以利业甲阿米纳达来。对因讲，恁是利未人的族长，恁甲恁的亲族着家己圣化归上主，才通将上主以色列的上帝的约柜扛来我为着伊准备的所在。因为恁前迄边无扛约柜，咱嘛无照规矩求问伊，所以上主咱的上帝受气攻击咱。对安尼，祭司甲利未人为着要将上主以色列的上帝约柜扛来，就家己圣化归上主。利未的子孙照上主吩咐摩西的命令，用扛上帝的约柜伫经头顶。大卫吩咐利未的族长分派因的亲族负责唱歌。用琴、瑟甲钹奏乐，大声欢喜唱歌。利未人就派约尼的囝希曼，伊的亲情比利家的囝阿撒，甲因的亲族米拉利的子孙中古沙雅的囝以探。第二班有因的亲族撒加利亚、雅士。示米、拿抹、亚歇、乌尼、以利亚、比拿雅、马西雅、马他提雅、以利非、利户、米克尼雅，以及过门的俄别以东甲亚利。安尼派唱歌的希曼。阿撒、以探、帕罗弹唱，搁派撒加利亚、阿西、示米拿抹、亚歇、乌尼、以利亚、马西雅、比拿雅弹瑟调用少女，搁派马他提雅、以利非、利户、米克尼雅。俄别以东、亚利、阿撒西雅用琴指挥调讲8度。利未人的首领基纳尼雅负责音乐，以精通音乐教人唱歌。比利家甲以利加那是约柜的守卫。祭司示巴尼
约沙法、拿坦业、阿玛塞、撒加利亚、比拿雅、以利以谢，伫上帝的约柜前分喇叭。俄贝伊东甲亚希亚嘛是约柜的守卫。对安尼，大比甲以色列的长老、指挥官，拢去俄贝伊东的厝，欢欢喜喜将上主的约柜对遐接来。上帝帮赞跟约柜的利未人，因就献公的牛7只，公的羊7只。大比甲跟约柜的利未人，负责音乐的基拿尼亚，以及唱歌的人，拢穿幼满布的长衫，大比阁穿幼满布的衣服得。安尼，以色列众人欢呼，分扫角，分喇叭，拍钹，弹琴，弹瑟，跟上主的约柜上来。上主的约柜入大卫城的时，扫罗的查某囝米甲对窗仔看出去，看到大卫王也跳也摇，就看轻伊。